我在寻找一种动物，一种个子娇小、行动灵敏的动物，一种在非洲生存的大明星。哎，等等，我又不是在非洲，怎么会看到狐獴？天哪，我不是在非洲，可是我居然看到马达加斯加里面那个 I like Molly Molly 那个狐獴国王哎！天哪，伯承，这是你养的吗？对，我养的。这是狐獴吗？狐獴。怎么会有人把狐獴当宠物？也太可爱了啦！你当初怎么会想养这个？当初是得知朋友家有养，然后去他们家看，就发现说怎么这么可爱，然后很亲人，它完全不怕生。完全不怕生，对，完全不怕生。但是我印象中，狐獴可能我们去动物园啊才看得到，或者是说在电影里面啊才看得到，它是认真可以当宠物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是可以当宠物的，因为像这种就是人工饲养的狐獴，它从小就跟人类相处在一起，对，它已经习惯人类的气味，对，甚至就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一样。那人工饲养的话，它就不会有我们可能在野外看到的那种对，就跟野生的狐獴相对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行为。比较起来嘞，就是说野生的会怕生，它因为它没有见过人嘛，它会把人就当作可能是敌人或是不一样的生物这样。对，但是如果是人工饲养的就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就是从小就是跟人类相处。对，它们是群居性的动物吗？对，如果是野生的狐獴，它算是群居性的。对。那如果人工饲养的话，其实它一只也没有关系，一只也没有关系，就是它会认主人。对，如果你从小就跟它相处，它就是把你当成它的主人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它这样子站立是在干嘛？那边有东西。哦，它就觉得很好奇，是不是？像我们平常是可以摸它的，可以摸它，是摸，它喜欢来摸下巴或摸胸口。你们看看，好可爱。它现在那边有东西，对，充满好奇心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像这样子啊，你养它叫什么名字？萌萌，它叫萌萌。萌萌真的好萌哦，这个天天在家就被它融化。它这样子需要出来散步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有空的话，都会带它出来散步。对。然后平常在家的话，有太阳，它就会在家晒太阳。它喜欢晒太阳。它喜欢晒太阳。是因为晒太阳眼圈才这么黑吗？不然它为什么黑眼圈？听说有一个特殊的功用。它的黑眼圈就像我们的墨镜一样，它可以直视太阳，然后可以预防空中掠食者的攻击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对，看得比较清楚。所以黑眼圈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保护跟一个特殊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跟狗猫比是聪明的。算是聪明的，就是他的一些指令啊，然后你对他说什么话，他都听得懂。真的假的？或者他做错事，他知道吗？对，他如果在家很白目做错事，我稍微要过去扁他的时候，他会缩起来，他头会低下来，他就会知道，他会知道，然后头会低下来，然后他也会认主。像我们一般在养这个狐獴的话，它一般会有什么特殊的习性吗？或是生活习惯上跟猫狗比？它是属于耐寒耐热的动物，然后它也没什么体味。对耶，它这样很近闻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味道，没什么体味，对啊。然后它跟猫狗一样，就是喜欢很喜欢撒娇，很喜欢抱抱，也是会塞奶的。然后互动性很强，那它就很黏人，真的很黏人。它搞得好像我已经认识它很久一样，对不对？萌萌，好可爱哦。那这样的人工饲养啊，你如果把它带出来户外散步走一走的话，它会不会特别喜欢挖土啊，或者它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像我通常带出外面呢，它就会像现在这样一直看着外面，因为好奇，对，好奇，然后太多事情，它就一直这样四处观看。它如果在地上有土的话，它就喜欢挖土。喜欢挖土，它喜欢挖土。你会不会不想回家，萌萌？如果我带到我家门口附近的话，它就会往那个家里的门口方向冲，它还是会冲，它会认路。它刚刚好可爱，它居然抱着我哎，就这样给你抱哎，这样好可爱哦。怎么了？它喜欢亲人家嘴巴，喜欢亲嘴巴，好可爱。那它平常吃什么？我等下回家喂它吃东西，你要不要来我家看？我当然要啊，我跟它都这么熟了，好不好 ？We are family， 走就去你家。好，走。欧耶，要回家吃饭喽！
好的，到底萌萌平常都吃什么呢？我这样子余光瞄了一下，突然有一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。哎，他吃的这个在蠕动的这一整盆都他的吗？对，各位啊，面包虫，面包虫 ，Oh my God！ 它里面通通在蠕动哎，他吃这个，对啊，他吃这个，萌萌。你刚刚在外面还跟我亲嘴，我这样间接的跟那面包虫有一些亲密的接触。哇哦，他吃这个，那除了吃这个之外嘞，还会吃鸡胸肉啊，面包虫、鸡胸肉，然后蔬果，啊，蔬果也吃，蔬果、猫饲料，猫饲料，为什么？因为猫饲料里面有一些它所需的营养，所以应该要这样混着吃，混着吃比较健康。哦，面包虫，那你这样养一整盒，我光看我都觉得我有点浑身痒不对劲。这样，你 OK？可以。一开始也跟我一样吗？一开始全部在蠕动，也是怕怕的。你帮我先喂它一下啦，我也是有点串串呢。怎么喂啊你？我放在手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它真的会吃哦。对。我有听到那个啵啵啵啵啵的声音哎哦，哦，好吃哈、哦，有点可怕。我这边准备一小盆给你好了，先放下。所以这个面包虫这么小一只，这么小，它到底要吃多少？还是它食量大不大？它食量不大，就少量多餐。萌萌，请享用哈。哦，活生生 fresh 的哦。哦，它吃东西也是很利落哎，很像很饿一样。对，很像很饿。好的，刚刚的面包虫大餐，萌萌已经享用完毕了。但是我问一下，它还是得尿尿大便吧？还是得上厕所吧？对。那平常这样，虎萌要去哪里上厕所？它跟猫咪一样是用猫砂。对。它知道要去那里上吗？对，它知道。这是它的天性，因为一开始因为我家有养猫咪，对，然后我也没叫它，看猫咪去猫砂，它就跟着去猫砂用。还是它是看到猫咪这样上，它才知道去那边上？有样学样，有样学样，应该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萌萌要上厕所，其实你刚刚讲到你家有养猫，对，那又有狐獴又有猫，他们这样相处是 OK 的哦？可以，他们非常相亲相爱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不同的这个动物不是应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性啊？狐獴是可以跟每种动物处得很好的，对，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喜欢抱抱的动物。他们也喜欢抱抱，对，他每次都会抱着我家猫咪不放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有养猫，猫是很孤僻的，就你不要烦我这样，也会这样对它。所以猫咪有时候都觉得很烦，然后它就会跳很高，然后因为萌萌跳不上去，它就一直在底下看着猫咪。你就这样看住，对，像我们刚刚在公园看到它这样一直看，对，你们怎么还不下来？或是猫会不会就出拳这样打？对，有时候猫咪也会用猫拳打它，就是只要不要烦我。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那个画面哦，因为又有猫又有狐獴，然后两个找到彼此可以一起生存的模式哦。对，所以它会黏猫，会抱猫。会。那对你呢？像这样子咖喱烂屌屌。对，也是。像平常在家看电视的话，它也是都会凑上来，然后坐在我大腿上，跟我一起看电视。可是我发现一件事，它回来家里之后，好像跟在我们刚刚外面看到的感觉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萌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刚刚偷亲我，你还记得吗？OK， 我觉得他已经把全部都忘光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他有点地域性，就是说这里是他的地盘，然后你们现在就变成说是陌生人，对，他会有点比较警觉。我们现在侵入到他的地盘，对，现在就会感觉状态不一样，不太一样，然后你也是他没有闻过的气味，对，那多来几次就会比较好。平常就是早上就是看外面，看太阳，然后站在窗户那边看风景，一直这样望着。对，一直望着，然后都不动。然后包括如果有鸟啊经过，它就会叫一下。然后路上的车子经过，它就会这样看，这样。然后太阳下山了，它就会转过来看我们大家。
然后晚上跟你看电视，对，跟我看电视，每天都是这样的行程。你看好可爱哦！现在吃饱之后有点困，有没有？我刚刚眼睛是微微的这样闭上，然后抱着主人睡觉这样子。OK， 所以像他平常会玩那个逗猫棒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也会玩逗猫棒。我看他今天捧不捧场？萌萌哦，眼睛很亮哦，想玩是不是？可是他玩的方式怎么好像在生气？很激动要玩吗？哦，有点激动呢。我那个第一次看到他，我是有点害怕。那最后问一下，这个狐獴其实在台湾养人多吗？目前很少，很少。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养狐獴，像它这么可爱的话，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事情？其实养狐獴其实很简单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。不过就是说要稍微控制一下它们的饮食，尽量少量多餐。怎么说？避免它过度肥胖。哦，会太胖。对，会太胖。对，然后再就是说，狐獴比较没有像猫咪狗狗一样有四肢比较健壮，所以那个高低落差不能太大，不然它跳下来容易骨折。高低落差还有很多饮食上要注意，包括照顾上面都要注意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也被我迷住了呢？每一次出门散步都被大家包围拍照，搞得我好害羞哦。如果你想要跟我近距离接触，还是了解萌萌我生活中有趣的事情，不要忘记随时关注我哦。好的，喜欢看电玩的人都知道啊，音速小子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但是考大家，你知道音速小子的原型是什么动物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音速小子居然是刺猬耶，超级酷的。但是啊，大家都知道音速小子跑非常的快，对不对？不过啊，刺猬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速度有这么快吗？这个时候就要来问问看我们的达人在场。哦，你手上拿的就是音速小子本人，但是长这样，这个是什么？刺猬，它就是刺猬。对。你抱的话怎么抱啊？因为它背后这么多刺，每周不一样吗？你要慢慢的去习惯它的刺啊。是。像我们在抓它的时候，一开始都是不可以先去摸它上面，对，然后先抓旁边。你说先从旁边抱，是不是？正确方法我们都是从旁边先捞起来，捞起来，千万不要从上面。因为如果你从上面的话，它会四只脚往上蹬。如果往上一蹬的话，它就会刺到你。然后你为了要让它好熟悉你的味道，对，我们会这样子摸它的鼻子。是，它这样就让顶你，要跟你玩。先让它熟悉习惯你就对了。对。像刺猬，它是来自哪里的？这个非洲。是非洲的朋友哦。对。那像我们一般啊，在网络上看到，其实大家最喜欢看到就是刺猬这样整个缩起来，那种很可爱的样子，这样。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反应的话，是开心吗？还是难过？像我们养猫养狗都看得出来它开心或难过，可是刺猬要怎么看？像我们哦，如果像卸下它的心房的话，是不是它上面有刺？对，下面没有。对，然后你摸看看。我可以摸哈，可以摸，是不是好嫩哦？对不对？很嫩的。相对的，它如果说对你没有卸下心房的话，它是不是就一直会缩成一个球，保护它自己里面柔软的地方、脆弱的地方？对，没有错。但真的要养它们，其实要给它们很棒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品，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，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来养刺猬呢？小品，一般来说，如果像我是一个新手，我想要养刺猬的话，我要帮他们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居住环境呢？你要先准备好一个整理箱，还有它的水瓶和它的食盆，还有它所居住的屋子。他们会躲在里面，没有错。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躲起来啊？因为他们是夜行性的。哦，白天都在睡觉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晚上才会出来活动。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，环境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呢。那他们会不会像我们养狗养猫一样啊？可以训练他们尿尿啊、大便啊，要固定在哪个地方？可以，这是可以教的。怎么教？我们会用
会把它松木沙集中在一起，然后它的大便放在一起。只要它有乱大便的情况下，把那个味道都清掉，是它常常清。它这种训练差不多要2个月，它就可以固定在同一个定点大小便。好，所以他们是夜行性，然后他们上厕所的地方可以训练。那我问一下，他们怕光吗？就是夜行性的动物啊，像我们如果这样人来人往的马路那种声音这样大大小小，你会怕吗？会，也是会怕。对，打雷他们也会怕，所以比较胆小一点点。对，如果说它突然间你看，它大便怎么呈现是绿色的？有可能是它吓到了。像我们小朋友一样啦，如果吓到，会有一点点排便上面颜色的问题就对了。对，没有错。刚刚这样介绍一下，大家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。但是最基本的，刺猬吃什么？饲料还有嘞，面包虫、大麦虫，它也会吃蔬果，所以这些。因为它杂食性的，所以它都可以吃，都没关系。如果说我们在养刺猬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办法关心到它们的健康？从外观啊，或者是说一些行为上面就知道说它有可能生病了。刚刚我有提到的，就是说它的大便嘛，对，大便呈现绿色，如果呈现太久，有可能是它本身它生病了，我们却不知道。对。然后我们本身我们所要观察的是说它的皮肤，它的皮肤状态。是，我们会怎样做观察？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拨它的刺？对，那是观察里面，如果它的皮屑太多，有可能说湿度过高，也会造成它们皮肤会这样。有时候我们会去抹那个使用性橄榄油去帮它做保养它的皮肤。所以从刺猬的外观上面，还有包括它的排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注意到它健不健康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样子由小品帮我们介绍刺猬的饲养的方法，还有要注意的事情，大家是不是更了解？如果你想要养刺猬，想要有这个当刺猬的爸爸妈妈的话，记得这些详细的步骤跟事情一定要注意到哦。说真的，我就是天生胆小又好动，所以如果身体不舒服，我也不会发出叫声来求救。所以拜托，一定要花时间陪我、照顾我，多看看我，才能注意到我的身体状况哦。刚刚呢，大家都很详细的知道了刺猬要怎么饲养，但是除了刺猬之外呢，这几年啊，还有很受到欢迎的一种小宠物，就是蜜袋鼯，对不对？小品，没有错，蜜袋鼯就是他们吗？对啊，这个声音是来自他们吗？没有错。这期生命线为什么会发出这个声音？他们是紧张，现在紧张是吧？跑出来了。所以蜜袋鼯一紧张就会发出这个声音，很特别。没有错。蜜袋鼯它现在这样抓在手上，就会这样子一直溜，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他们是哪里的动物？澳洲。从澳洲来的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这样饲养啊，你这样大概多大？现在目前这是2周大的。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刺猬，大家知道大概简单养嘛，我们可能饲料啊，还有一些舒适的环境。那蜜袋鼯嘞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吗？要做更多时间做陪伴，因为他们有自残的动作。如果你没有陪伴它的话，它会自残。什么意思？手段这么的激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受不了孤单寂寞，觉得了。真的假的？没有错，所以你就得要有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就对了。对啊。那他们需要养一堆养在一起嘛？还是说他们其实也是独居型的？不是，他们是群居性的。是群居性的。蜜袋鼯每一只长得这么可爱啊，眼睛又这么大。公的母的要怎么辨别啊？像公的话，它前面这边，可以稍微看到说这有个蛋蛋。很明显。对。对，有一个蛋蛋。垂在那边的。对，这个就是长大之后，它就是会秃头。真的假的？微秃。OK。然后像母的话，就是母的会没有蛋蛋，它有袋子，它就是育儿袋。有哎。对啊。所以它的小朋友会躲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那它们辨别很明显，只要看母的有一个袋子，就代表她是女生。好，我们初步看到蜜袋鼯很可爱的样子，这样眼睛大大的，然后摸起来那个毛非常的鼓溜，这样子摸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但是详细到底要怎么饲养它们，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，我们就要请达人哈来帮我们做介绍哦。
蜜袋鼯真的很可爱耶，它就是得一直黏在你身上，有没有？它现在在干嘛？哦，有一只跑掉是啊，场面有点小失控哦。所以你知道，蜜袋鼯跟刺猬比起来，蜜袋鼯就得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它，因为它真的很黏人，对不对？它会躲镜头嘞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要养那个蜜袋鼯的话，它一般我们要准备什么空间给它们？笼子白铁笼，要大一点，没有错。是因为它们就是要这样跑来跑去就对了。对啊，它们空间要大，活动力也很大。那吃嘞？吃的话跟刺猬吃都是一样的，它们也都是杂食性的。小品像蜜袋鼯这么可爱啊，它怎么洗澡？洗澡的话，我们建议用湿纸巾。以新手来讲，我们用湿纸巾。然后像有些你如果想要去洗的话，也是可以慢慢泡水下去洗。可是不懂的话，我们建议真的是湿纸巾，因为有可能你会造成说耳朵进水啊，或是鼻子呛到等等因素啊。是，而且太小只也不建议做洗澡的动作。像他们这样爬来爬去啊，是。那个指甲要定期的剪嘛？1个礼拜修剪一次，也是像我们剪动物这样剪，没有错。可是他们很好动哎，要怎么抓怎么剪？要用布把它包着，是，把它包着之后。先把它的头盖住，盖住完之后把它抓出来，抓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会修剪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做修剪。所以其实这样养蜜袋鼯，它的互动性其实是很高的，对啊，你就得一直陪它，然后一直跟它玩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它吃那么多东西啊，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中，会不会要特别注意它的排泄，或者说它的外观会不会像刺猬一样，我们也要观察它有没有什么疾病？你像如果我们没有去陪伴它的话，你发现说它的胸毛，它如果像自残会去咬自己的胸，或是咬自己的尾巴，像这样的话，你就要马上去就医，然后医生就会有一个头套，让它防止它再自残。最后啊，像有这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啊，如果是一个想要养蜜袋鼯的新手的话，小品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叮咛的地方？它们主要有乳糖不耐症，它的奶的比例我们要怎么做调控？对，奶粉有一定的比例，不可以太高。奶粉只要一多的话，它就开始会拉，所以它在排便上的时候，在我们做导尿这个动作的话，要先观察说有没有拉稀这个问题。如果有拉，就要马上去就医了。是，不管你想要养刺猬或者想要养蜜袋鼯，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想清楚，然后呢，彻底了解要怎么正确的饲养它们，给它们最棒、最舒适的环境，然后考虑清楚，因为要养它们就要爱它们一辈子哦。今天谢谢小品，谢谢。我知道我很可爱，但是别看我萌，就随便把我带回家。想要当我的好主人，就要习惯我这么黏人的个性哦，不然我可是会生气气的。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电影《宠物当家》，把这个宠物世界啊描述的又呆又萌的。然后呢，里头有一只天竺鼠叫馒头，很笨，记忆不好，又常找不到家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天竺鼠真的这么笨吗？没有，不但不笨，而且还很聪明哦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达人告诉我的。我欢迎达人登场。刚刚讲的应该没有错吧？对啊，天竺鼠根本不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天竺鼠其实是很聪明的，他们就是知道就是装傻卖萌，他们就可以得到主人的青睐，对，很会虏获主人的心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们其实非常聪明，而且知道说，我只要可爱可爱乖乖的，他就会吃，对我很好，你就会给我吃的东西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前面有2只很可爱的天竺鼠，左边这个我觉得很常见，这个你可以帮我抱起来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我小时候记得也是养这种天竺鼠哦，怎么抱？来，是最正确的哦，把它拖着是不是？拖住它的屁股。OK， 这个是什么品种？这个我们叫做英国短毛。那它是外面其实一般市面上最常见到的天竺鼠啊，它的毛就是顺顺的，然后是一般就短短的，大概3到5公分左右的毛长而已，它其实不长。那平均最大它大概可以长到1公斤左右的大小。
所以颜色上面五颜六色的，对，它什么颜色都有，随机的。对，爸爸妈妈生什么颜色给你这样啊？这个是最常见的。对，可有一只，你这一只长毛的这一只是什么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好像比较少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们叫做德克赛尔。它的毛长呢，大概是可以就是那种像我们拖把一样拖地板这样子。那它的毛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它是长长的卷毛，玉米须的感觉。很像那种贝多芬的头发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像我们想养这个天竺鼠的话，一般来说，我们需要给它什么样的环境，或是我需要有什么样的设备吗？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，主人在家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找就是网片啊来做组装式的。那要依他们的体型大小，然后去决定说他们的空间、环境空间的大小这样子。那以环境空间来讲的话，我们以单一只来讲的话，大概是70乘70的空间，70乘70公分。以一只来说的话，它的活动的空间起码要有这么大，就对了。对。所以水啊那些都是必备的嘛。水啊、饲料啊，甚至说便盆，那我们还有脚踏垫的部分，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吃什么？他们主要的食物是牧草，可是他们的牧草又有分说以幼年期、成年期又都不一样。他们幼年期的时候，我们会以木树草为主。这个东西它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质，那很能够帮助就是小型的，就是幼年期的天竺鼠做成长发育这样子。那除了牧草之外，然后吃饲料吗？还是会不会喂它水果啊什么这种？饲料的部分也是会喂，但是我们饲料主要是以就是说补充维他命 C 啊、矿物质啊一些他们没办法摄取到的东西为主。是。那蔬果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是会啊，可是要尽量控制一下量，一点点就好。对，因为他们会挑食哦。你们还会挑食？对，他们是会挑食的。那我问一下，像我们跟狗啊、跟猫啊，你可能可以跟它说，坐下哦，或是跟它互动。天竺鼠可以吗？互动的部分也是可以啊，但是他们不会说还会伸手跟你握手。对你坐下这个他们不太可能会啊，他就是你叫他过来，你如果说跟他保持亲密关系的话，你叫他过来，他其实是会跟着靠过来的。怎么训练？其实我们就是靠每天跟他们玩抓起来抱他们，让他们有安全感。OK， 让他去熟悉你的味道，甚至说让他知道说你就是主人，你是喂他吃东西的人。所以他们是认得出来谁是主人这件事情。对，他们其实是认得出来的。怎么是气味吗？还是他们真的就这么聪明？其实他们主要是认气味的部分，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平常的声音动作，他们会借由这个部分去观察说，你可能我的主人他每天的步调是这个样子，生活作息是这样子，那甚至说你拿着吃的东西来，塑胶袋的声音啊，开冰箱的声音，他们其实都认得，马上就来哦。对，哇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旁边的那个天竺鼠大家蠢蠢欲动这样。对，刚刚看到这是短的嘛，然后它是长毛的嘛，对。所以在一般清洁打理上，或是需要洗澡这件事情吗？洗澡的部分我们也是会帮他们洗，但是以洗澡来说的话，我们都不建议这么小只就洗了，大概会建议到6个月大成年之后，我们才会帮他们做洗澡这个动作。那其他平常的时间，我们就是靠着梳毛啊，甚至说湿纸巾的擦拭，帮他们做一下基本的清洁，这样子。简单的，对。梳毛很重要，长的短的都得梳毛，都一定要，因为其实梳毛也是跟他们一个互动的方式，培养感情的方式。他们会不会好舒服哦？这样有的会，好像在帮他抓痒，对，会一直叫。真的假的？还是你帮我教我怎么梳毛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我们今天来帮他们那个马杀鸡服务一下。一般以我们如果说像长毛的天竺鼠来讲的话，我们梳毛顺着它的毛的方向，是，对，往下拨。它们毛也会掉吗？会啊，也是会掉的。会换毛。所以我们就在梳的过程中，把一些它们汰换掉的毛，就是把它梳下来，也才不会说积在里面打结，甚至说皮肤病的问题这样子。那有的人会这样上一层一层的拨起来，往下梳，一层一层的拨起来。你看，那个人不喜欢不喜欢梳，这一只不喜欢梳毛，不是他不喜欢梳屁股，因为他是小男生，觉得有点害羞。对，这样子顺着梳，对，就是顺着它的方向，毛的方向去梳它。然后就会有一些废毛，你就会看到说，我们梳子上其实就会有一些废毛的部分，在这边，它的废毛就会掉下来。我们就是靠这样子的方式去帮它做一些就是毛发的护理。我来帮你梳的毛，你可以试看看，顺顺的梳，对，就顺顺的梳就可以了。所以像我们在一般养在家里天竺鼠啊，它们个性上怎么样？是很活泼的，还是说它一定要关在笼子里面，或它可以这样子出来溜达的呢？其实以天竺鼠来讲的话，因为它们好奇心很重，他们会喜欢到处探险。
那所以我们都会在笼子里面然后放一些像是玩具之类的哦，有的时候给他们就当做益智游戏这样子在玩啊，甚至隧道啦、小板凳啊，还是说有小纸筒啊、卷筒那种东西。他们喜欢钻就对了，对他们喜欢到处去探险、到处去玩那些东西。那去探索说这个东西里面到对面之后会是什么？那也可以说有的人是喜欢放风啊。那门打开就让他自己到处跑，可是我们会比较建议说，你真的要让他在室内环境放风的话，那我们还是建议说，你可能要稍微围一下，拿个围片，甚至说可能门挡啊挡住，才不会让他去啃咬到电线这类的东西。去户外可以吗？户外也是可以啊，但是我们户外会比较多重一点的防护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户外常常会遇到像是流浪犬、流浪猫，那甚至有时候有饲主可能没有牵绳的狗，对，那到处在放养，到处在玩这样子。那对天竺鼠来讲，第一个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，那再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预防说哪一天突然间狗冲了过来，那如果攻击天竺鼠怎么办？哦，对耶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上牵绳啊，或者是说像准备个围片，就是把它限制在那个范围之内。是，对。户外哦，其实不管是什么动物，我觉得牵绳就是真的很重要的，对，就是安全，而且你也不会吓到别人，或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的状况，你都可以控制。对啊，因为主要是保护他们，也保护其他人啊。所以现在养这个天竺鼠的人多吗？其实现在饲养的人有越来越多啦，但是相对的弃养率其实也很高。还有人要弃养？你看馒头这么可爱，你舍得弃养？怎么可能啦？因为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，很多都是学生可能没有想清楚，觉得它很可爱，小只的、小只的，很好玩，而且又不占空间，是，他就带回家饲养了。那可能到了可能寒暑假，甚至说毕业季到了，那家里面的人不同意你带回去饲养，那相对的就变相的就是弃养了。那我们都会比较希望说呢，要饲养的话，我们先想清楚说是不是第一个你的环境空间是不是真的适合，没错。那家里面是不是真的同意？经济状况的话，你也要评估一下，因为毕竟他们是没有健保的。对，那你要生个病要看医生，你还要去找专科医院的医生，他一般的犬猫又不能看。是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比较建议说，请客人啊，那先评估一下，说你自己的状况是不是真的 OK 了，你真的 OK 可以养，那我们再来购买，甚至说去认养也都是 OK 的。是，对，没有错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，而且如果真的爱它，就要好好的照顾它一辈子，因为就跟家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今天这样来拜访一下，更了解天竺鼠饲养的方法，而且它们真的是又呆又萌，这么可爱。要养天竺鼠，记得要好好的考虑，然后就要好好的爱它们，照顾它们哦。萌萌的天竺鼠让人爱不释手，但是第一次养天竺鼠，要接天竺鼠回家，除了家里要布置好饲养空间，选择正确的食物之外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带天竺鼠去动物医院做健康检查。郭先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这边就有一只很可爱的天竺鼠，动都不动哎，真的是最佳示范组吼。所以像我们一般啊，如果想要养天竺鼠的话，通常一定要带来做一个健康检查吧。对，那我会建议任何的天竺鼠，就是不管是大只还是小只，那你只要从宠物店或是从认养的人那边带回家，你可以先饲养1个礼拜。1个礼拜后再带它来检查。为什么要先养1个礼拜？因为如果你马上带来检查，那医生说你平常都喂它吃什么，它会不会吃饭，它哪里怪怪的，你都不知道。是哎，对，所以会一问三不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要先了解一下它基本的状况，它这1个礼拜过得好不好？那再来看医生。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先观察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如果我们把天竺鼠带来，通常会从哪些地方开始做检查？第一步我们会先看它的外观啦，从外观来看是最清楚的。那一只健康的天竺鼠呢，它的五官、它的头、它的身体、它的四肢，整个身体的皮毛都应该是非常漂亮，然后眼神是非常的有光泽，然后非常的有精神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会先从这个外表直接用视诊的方式去看它到底是不是正常。它的毛发就很漂亮了。对，它是属于就是顺毛的天竺鼠，然后不是长毛的，所以它的毛发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顺，并没有非常脏乱的地方，也没有秃毛，也没有脱毛，也没有任何的疙瘩的感觉，代表它很健康。对，那就是有自己在整理自己，有自己在洗澡。
那像天竺鼠啊，它有需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吗？需要。他们因为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疾病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大概3个月或是6个月，就是半年左右，帮他做一次定期的检查。所以我如果带回家，我在饲养的过程当中，我可以借由一些外观看得出来说，我的天竺鼠是不是生病了，或者它会不会有哪些很常见的疾病？可以透过外观去判断它是不是生病。因为任何生病的动物一定是没有什么精神，没有精神，也不愿意吃东西。基本上像我们人生病的，就是一直躺在床上，头发也乱，然后肚子又饿，瘦巴巴的。那所以天竺鼠也是一样，你就会觉得它的身上怎么都沾了很多的大便尿尿，然后很瘦很干，然后毛也粗粗的感觉，也不会自己舔毛，所以毛可能会乱乱的。是哇，在经由医生很详细的解说，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天竺鼠健健康康的。但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有养天竺鼠的话，平常要留意一下哦，有没有专门在看特别宠物的这些宠物医院，这样下次你的天竺鼠要看医生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带去那里咯。今天谢谢医生。谢谢。好的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漫威迷的话，你应该对火箭浣熊非常的有印象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少可以看到浣熊，但是今天带大家来到一间以浣熊为主题的餐厅哦。店长就在我旁边，轩逸你好，我是小龟。太酷了，我们背后就有很多只浣熊在那边跑跑跳跳，跑跑跳跳。浣熊火箭本人哦。可是浣熊在大家看电影或是你的印象当中，其实应该是火爆的性格。对，现实生活野生的浣熊是那样子的，真的很火爆。所以火箭完美诠释了野生的浣熊，就是那个样子的个性就对了，就是那样子的。所以你们在饲养或是它的习性上面，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吗？这要分成野生跟居家版的。好，野生版就是很火爆，野生版就是大家在妇联可以看得到，那居家版的在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你从小养到大，你就把它当成是人类的小孩子在养，因为他们本身智商蛮高的，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它习惯在你的身上，对，抓了它的四肢，它也是认气味的吗？对，它是认气味的。因为毕竟他们眼睛是看不太到，主要是嗅觉跟触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让他们习惯，你可以随时抓他们四肢都不会生气。所以要培养感情，要培养认气味，然后花一点时间跟耐心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浣熊这样听起来，其实他们的活动空间应该是要蛮大的。要蛮大的。所以你们如果在养的话，在规划这些空间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？我有看到就有一些高台可以让他们跳上跳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必须的，这是必须的。他们的习性是不是？而且最主要你要让它有动的感觉，就是有那种速动的感觉，让他们进去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其实空间的话，我倒觉得还好。但他们上厕所，猫砂，那猫跟猫咪一样哦。对，其实他们会用，但是不一定会用，看他的心情。心情好就好，我乖乖在这边。但心情不好就可以随便尿咯，就可以随便尿，对。所以跟猫一样，就用这个猫砂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习惯的厕所的空间。这是他们再狡猾一点，就是他们大便跟尿尿是分开的，大便用来占地盘，所以说尿尿也是用来占地盘，没错。但是他们比较不重视那种东西，他们重视大便。所以如果他觉得大便放在猫砂里面，你会把它清掉，他就下次就待在外面了。那你待在外面，你再去把它清掉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真的哦，对，它如果还没结扎的情况下，你去亲它的大便，它是会咬你的。斗仔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只养了3只，所以很多的经验都是从他们3只吸收过来的。开始慢慢知道更多的，对。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浣熊的话，养一只，先养一只。先养一只。外面开始大闹天宫了哈。好，那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影片，很可爱啊，就是那个浣熊，他就有人拿棉花糖给他，他就开始在水里洗，就不 OK 啊，然后又再拿给他，他又在洗，又不 OK 啊，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，这是浣熊的习性吗？这也是属于他们习性之一啦。对，但是不一定会洗东西。他们洗是因为要让他们的触觉在水中更能摸索出这是什么东西。他们用看的就好啦。他们视力不太好。
哦，跟狗一样啦，跟狗一样就是比狗还要差。对，它们主要靠嗅觉跟触觉。嗅觉跟触觉就是浣熊最主要辨别的关键。对，辨别你是谁，这个是啥的东西。那我问一下，你这样养3只，它有给你捣蛋或是破坏力很强的状况吗？营业到现在已经电修3、4次了。对，每一次都是我们除了我们本身电修不讲，出来就是电修，一出来隔天就是电修，没有第二次。打开门 open 说今天结束营业。对，就全部一团乱就对了。一团乱，厨房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的玻璃杯啊，几乎有的都是新的。也是很有耐心哦。好，但我很好奇，浣熊吃什么？浣熊吃什么都吃，真的什么都吃。你们谁在负责让它吃东西？主要是我们的甜点师子琳，他每天都会煮营养餐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客人啊，或者什么之类会喂食饲料这样子。饲料跟营养餐。所以今天我们待会就来跟营养师看，跟这个我们甜点师看看，到底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营养餐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邀请到甜点师帮我们的浣熊做这个营养餐。子琳你好，你好，这边有他们营养餐需要的材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所以的话，我们会准备一些番茄，然后还有我们煮过的花椰菜跟水煮蛋切碎，然后跟秀珍菇切碎的部分，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营养的部分是鸡胸肉，也都把它切碎。这些都已经都切碎，已经都整理过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所以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倒进来，我把它倒进就好了吗？对，我倒了，对，全部哈。对，全部。好，我吃很好哎。好，全部倒进去。OK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只要做搅拌的动作，全部都把它综合在一起。对，全部把它综合在一起。所以这样挑选这些食材是有特别的原因吗？主要是要让他们吃蔬菜，一些蛋类、蛋白质之类的，会让它补充一点是营养的部分。我们会这样子挖成一球一球的，然后让它下去煮，是，然后变成有点像肉丸子的概念。这个算是他们的正餐，还是说算有点小点心的感觉？他是希望它其实也不算正餐，应该算小点心，主要是补足他们平常就是吃饲料补给不到的营养分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捏成一球一球的，然后把它丢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像这样子啊，里头这些都是高蛋白的食物，所以还要另外再调味啊，或者是完全不用，都不用。对。是因为动物不太能吃太咸。基本上动物最好不要吃人类的盐啊，那些的话其实对他们身体都是不好的。对，像什么。我们手工饼干上面甜度也是糖度太高，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好的，所以尽量里面也不要有油，然后也不要有盐，添加物其他都不要，就单纯食材的味道，这样比较好。无油无盐，然后纯水煮。对，这好像很适合健身的人吃跟浣熊抢饭吃，其实很香对呀，对不对？待会可以来喂他们一下哦，真的很香这个端出去应该一边走一边吃饭就剩没几颗这样。好啦，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浣熊的营养餐了，待会就要带去好好孝敬他们喽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带着这个特制的营养餐，准备要去喂浣熊。店长，此时此刻你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？开玩笑啦，帮我通知我家，所以我可能录完就不会回家了。其实有点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没有跟他们接触过，但是这个任务，现在蛮紧张的。我这盘先交给你，好，我帮你拿香蕉就好。名副其实的火箭，闻到营养餐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对，我们进去吧 ，Let's go， 走。你看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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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来，欢迎大家 ，Go Go Go Go。现在我们要干嘛？现在我们就先放着，然后躲到旁边去。好，我直接放上去是。好，直接放。来这给你接哈。来。另外这种不吃，它会有点陌生，所以它要先观察一下再吃。他们好像视力真的不好对，你是可以喂他们的吗？还是不要？走在来，很 Q 这个吗？再来。
可爱了吧？就是你可以给它，但是你不能收回。哦，哎，收回就去了。我去了吗？你去了。我丢给他好了，来。哇，刚刚那个营养餐这么多碗呢，咻一下就全部就没了。Yep， 所以我现在手上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饲料，狗饲料跟猫饲料混合。给他们吃这个的话是要跟他们互动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让他们互动。你看，像他们就很喜欢翻有洞的地方。哦，对，所以呢，进来我们会先跟客人讲说，如果你不想整碗先被拿走，对，你就只能先举高。啊，先举然高后，一颗一颗拿着放在手心让他们玩。嗯玩，他们会抓着你的手吃。好可爱，两只手手这样子，对，他的手撑着他手的那个肉垫很温暖哦。对啊，很温暖。所以平常都是这样跟他们互动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可以，因为他们喜欢偷东西嘛，就剥一两颗饲料，然后放在口袋里面。好，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去挖。你看我现在很受欢迎哎。他们去挖饲料。来，好，他们就这样开始，就他们开始成功了。他们成功了。他们是可以互动、可以摸的，然后可以跟他们培养感情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真的跟浣熊有一些互动的时候，有没有特别要注意什么事情？不要去，应该是说就把它当成人在看。对你不要主动去让它不舒服，它就不会有什么太生气的这种地方。比如说拉尾巴，不要拉尾巴，强抱它，这样硬要抱，或是它它不想理你，你硬去把它抓过来，这样子的动作。啊，今天很可爱耶！你看，我们看到这么多电影里头的这些宠物小明星们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养它们的话，还是老话一句，你要先思考自己有没有办法照顾它们一辈子。然后，如果真的养了，就记得要好好的爱它们，给它们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好好的善待它们，不可以弃养哦，对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弃养。想清楚这件事很重要，对吧？对，很重要。好啦，所以这么多的宠物，不管你养什么，是不是电影明星也好，或是一般很常见的这些很可爱、很萌的小宠物们也好，重点就是爱它，一定要想清楚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